新北市深溪一间仓库火烧，新店中永和，佮有台北市文山区的民众是拢闻到臭味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去会场了解，要求讲得爱赶紧来做后续处理，嘛强调讲现场无验出有第二性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嘛去目查股小来关心哦，外界是质疑讲市政府即届的处理伤过慢咯。蒋万安嘛表示讲，伊会来检讨通报机制。 那也通知环保局哈，空气品质就更清澈嘛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到会场视察听简报，边消防人员也阁一直伫咧喷水，护工场降温。新北市深溪有一座工厂20传出火警，大火烧毁了，发出臭味，连新店、中永和加附近的台北文山区也受到影响。民众讲，臭味一直到半暝才慢慢消退。侯友宜讲，伫第一时间接到报案了，随调集环保局、消防局、教育局处理。 要求赶紧清除废弃物，怎么一切拢伫咧掌握中。整个火灾在昨天晚上都已经灭了，当然里面还有一些闷烧，我们今天早上都已经处理完毕。至于环保局的监测，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恢复到空气品质的常态性。那都是密集的物品哦，所以闷烧很严重，所以你看2点就烧到今天早上嘞。 臭味很重啊！侯友宜表示，空气品质已经恢复正常，现场也无验出带后性，不过希望民众也是爱挂水安，较莫出门。因为金木公司办公室拄好伫咧深溪啊，考虑到空气品质无好，决定让员工伫咧厝内上班。今天早上还是感受到有很浓的味道吗？比较少一点点哈。关心囡仔是毋是有身体无爽快，提醒爱挂水安。 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到目沙国小关心空污的情形，看空气监测。蒋万安强调，双北的环保局一直拢有保持联络，不过民众讲规暗拢闻到臭味，真不满。甲市府的 FB 留言关甲拢怨气，指控市政府处理慢半拍，有市员也质疑市府伫第一时间无对外说明。台北市民却要吸这个臭气，吸了超过12个小时。 才等到了市府姗姗来迟的第一篇正式官方对外说明，这一切的应变都让人怀疑市府的螺丝是否已经真的掉满地。我们未来在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也重新的检视我们相关检测的项目、标准、方法，来好好的审视，包括通报以及应变的机制。蒋万安讲，确实让做了更加好，也已经指示环保局检讨通报机制，也继续关心空气品质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